Hello，大家好，又嚟到我 NetChan 談賽馬嘅時間啦。首先好快咁回顧下上次賽馬日嘅表現先，咁可以話係用不堪入目嚟形容。兩隻高出賽用馬，兩隻都係冷門啦，咁唔喺度啦。咁但係三隻馬膽實在表現都好幾失望啊。帝勝寶貝就跑啱，都跑啱晒㗎啦。你勉強可以話直路嗰度穩出穩入嗰度有少少猶豫，但係臨尾入翻去。隻馬都唔係咁油，跑第四咁，其實呢場馬水準都係好一般啊。金剛手咁樣撲上嚟嘅，我覺得呢場馬水準一般，帝勝寶貝表現都係好一般啫。歐洲之星即係冇得自行領放，係咪爭咁遠呢？呢隻馬都唔係嘅喎，應該佢曾經都試過轉彎踩有贏呢啲馬，咁所以可能回落晒啦隻馬。咁丁冠豪呢啲馬都一冇咧就唔好買住，我諗咁。係咯，咁另外一隻精彩嘅飛動，咁就冇投訴嘅呢隻馬，跑啱晒嘅，我覺得隻馬係鬥落去唔夠人跑，咁第日會繼續留意冧腳嘅，但係呢啲馬都能力比我想象中差少少啦，呢個我自己眼光差啦，冇辦法。咁今次嚟講咧，有4隻高速脆肉馬嘅啊，如果大家睇唔到咧，咁我一讀一次咧，4場富高八斗，4場標誌8，9場美麗精神同10場嘅起裝部。咁今次嚟講，雖然冇中個馬 NetChan 馬膽近來嘅表現都係麻麻地嘅，但係即係嗱一立聽日咁紅衣醒神啊、美麗傳承咁呢啲講出嚟都冇乜意思咧。同埋紅衣醒神其實都係繼續好嘅。睇臨場賠率，如果你話仲有3倍、2.8倍、3倍 win 咧，位置係最穩陣嘅呢啲馬。紅衣醒神真係好中意呢啲馬，中心準成。但係位置大家都未必啱買嘅。咁美麗傳承睇表現啦，以奇用兵。雖然話係好勁啫，但係呢一個時刻唔會夠美麗傳承冚噶啦，大家都唔應該有任何寄望啊！你話以奇用兵跑到第3都好叻嘅，你話即係第2都未必串到 Q 嘅呢啲馬。講真，如果你睇評分，嗰啲村落村區嗰啲係明評榜係跑得好過咁，呢場即係以奇用兵要留意下，大家始終爬個2檔大馬就又係要揾好早要揾3位咧，雖然好少馬，咁有時塞起上嚟好難講。大嚿馬要莫雷拉一早要拉定出去打3位呢啲馬。咁講完咁多熱門啊，紅衣醒神美麗傳承呢啲唔講啦。咁講下啲馬膽，我第一個場次都係揀隻冷嘅做馬膽嘅，即係輸都係咁講嘅啦。但係因為我又幾中意嘅，咁就係第3場。第3場呢場。腳一定係嗰2隻噶啦，好馬4通8達嘅呢啲上緊嘅馬上場都係贏馬姿態都係精彩嘅馬。咁但係你介紹呢2隻串 Q 批 Q 冇乜用啦，係咪先？咁所以我會揀隻冷馬膽俾大家參考下，咁就係勁抽。咁勁抽大家會知道我點解揀呢隻馬，因為上場我都係確認天池怪俠嗰場水準係高。咁無奈天池怪俠上場介紹嗰場佢就自己衝入馬林衝唔到，咁就輸咗。咁但係呢場勁抽係好耐都未有走勢嘅啦，咁呢場又有翻走勢，同天池怪俠一齊撲上嚟嘅，咁我覺得係跑得唔錯嘅，同埋呢場我都係嗰句，我覺得水準高，咁勁抽水準高，呢場撲翻上嚟走勢有翻啦，咁你話擔心啲咩咧？呢場？擔心你驚韋達唔夾嘅啫，韋達曾經騎過一隻馬1場，但係輸得較遠。跟住岳禮華贏嗰場就係說服力好強嘅，贏得幾好嘅。咁但係你話睇翻大摩，點解呢場唔係配市場豐配韋達咧？咁始終韋達而家半個大摩主帥啦，咁我諗較好嗰隻一定係俾佢騎。咁你睇翻隻美麗經典約翰摩亞嘅大摩嚇，場場都韋達嘅金場門市場豐嗱。韋達騎到嘅100，咁但係競抽係上場史卓峰金場門韋達，咁我唯有諗大摩揾韋達半個主帥騎隻機會較高嘅馬啦。你話史卓峰騎翻，其實我信心再會大啲，因為始終人馬合拍跑過好啊嘛，但係都要相信韋達嘅。我諗呢排咁其實佢同大摩合作都冇間嘅啦，都唔好太懷疑嘅。咁所以呢場馬。搏一搏冷門咧，勁抽到17倍，我覺得係
好好賠率啊！呢個賠率，咁我搏一搏勁抽都好好馬4通8達 QPQ，咁係懶咗少少嘅啊！大家可以留意下啦。咁希望大家中意段片咧，如果可以嘅話嚟到 NetChan YouTube 頻道，撳一撳 subscribe 或者訂閱，同埋撳一撳個鬧鐘，但係如果有新片咧，就可以第一時間喺個 notification 或者通知咧知道㗎啦。多謝你哋支持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